但市民想要知道的是，你市政府怎么就推不开内商部门呢？你距离抢救这6条宝贵的生命，你还有2次机会，每一次就只差了一道薄薄的木板了。你知不知道，其实在426的惨剧发生之前，台北市政府有2次机会可以来阻止这次的悲剧，你知道吗？应该是3月30、4月22。没错，3月30号的时候，其实市政府的检查人员在地下室已经有看到木门隔间了，对不对？对。但是他当时有没有要求业者打开那个木门，让我们市政府检查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这我不知道，应该。你不知道，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你的调查报告都写出来了，可是你还是不知道我们的第一线调查人员在地下室看到木门隔间的时候，有没有要求业者打开木门让他去看？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市长我跟你报告，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如果当时我们市政府的人员要求业者打开木门隔间，让他检查里面有没有在施工，如果看到有施工，他可以立刻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可以要求业者拿出依法在开工前3天就要提报的施工中消防防护计划。如果业者当下提不出来的话，那么就证明了业者他没有依法提报。因此，第2件事情，他可以走到民生协会的大门口，在门口张贴消防检查不合格的告示，而且回来之后可以上网公告民生协会消防检查不合格，对不对？按照现行的法律，其实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接下来，他可以依照消防法第40条要求限期改善，如果不改善的话，可以处停业，或者是直接按照行政执行法第36条，直接做及时强制，限制人员的出入，对不对？如果他3月30号的时候有要求业者把那道木门打开，让他看看里面有没有在施工的话，接下来是4月22号。4月22号的时候，我们的建管处的联合稽查，是不是已经在1楼看到了电梯施工防护隔板？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东西了？是不是？对，你的报告里面甚至都有写到。那我们同时当场是不是也有消防局的同仁在现场？当时我们同仁在。我们有消防局的同仁在现场。当时在1楼。是在1楼。好，接下来如果说我们的现场的人员对于法令够娴熟，他能够当下要求业者打开电梯施工的防护隔板，让他看里面有没有施工地，是不是当下就会立刻发现业者违法施工？你都已经看到了，如果发现业者在施工，同样的按照现有的法令 SOP， 你叫他提出他已经提报了施工中消防防护计划就好。如果他当下提不出来，就是违法，在门口立刻张贴不合格告示，回去立刻上网公告。4天之后，6个宝贵的生命，还有89个伤者就不会无辜受害。所以市长，你事后提说业者偷施工，市府不会发现，还有讲不过理论，这真的很难让市民认同。因为市民要知道的就是，这么多骗